好，歡迎大家又嚟到我嘅獨自去偷歡嘅系列。咁啊，講今次我睇咗本書，一個名叫做起床後的黃金一小時，英文叫做My Morning Routines 嘅。咁啊，講下啲基本資料先。咁啊，呢本書就起床後的黃金一小時啦。我睇嘅都係呢個版本嚟嘅。咁啊，都幾新㗎啦。其實2019年。咁就呢啲係佢嘅基本資訊啦。咁佢就用咗章節去分開咗唔同主題嘅，咁我每個主題我都會着量去講翻佢哋大概內容啦。第一樣嘢起身啦，咁啊，佢建議大家即係用一個感恩嘅心去開展一日。咁就住專注同埋生產力嚟講咧，佢會建議大家就即係朝頭早嘅時候唔好 check 電郵先，咁啊好多時候都習慣嘅啦，即係好多時候起身第一樣嘢睇下電郵咯。咁佢講到其實回覆電郵咧係回覆緊人哋嘅需要，應該第一樣嘢咧係要回覆自己嘅需要，你先去有感恩嘅心噶嘛。即係你諗下，你望住3000幾個電郵，你都會即係想走啦，係咪先？咁所以你朝頭早應該留俾一啲最重要嘅事情，並且將你嗰件可能好大嘅事情啦，分咗一啲細嘅子目標，咁亦都避免朝頭早要開會啦，因為其實朝頭早係一個比較高效能嘅一個時段嚟嘅。咁佢都建議大家去做一啲嘅朝頭早嘅運動啦。咁最緊要其實都唔一定話好難、好多、好長，其實最緊要都係堅持落去啦，並且適當地獎勵自己。咁亦都會建議大家會去做一啲嘅晨間嘅冥想嘅，因為其實跑步嘅時候都可以冥想啦。咁啊，另外佢都建議其實由夜晚延伸去到朝頭早咧，其實所謂嘅朝頭早習慣應該係夜晚開始嘅。咁所以佢建議你其實每一日去寫翻日記啦，同埋去攞翻第二日會着嘅衫出嚟，避免咗你朝頭早要諗啊。咁至於個夜晚嘅習慣，其實好重要嘅部分就會係睡眠啦。咁佢就會建議就係一啲睡眠友善嘅環境，例如即係減少啲光啦，減少電子儀器喺你個房裏面出現啦。入房嘅時候就瞓覺啦，咁你會瞓得好啲咯。咁你第二朝咪精神咯。咁都有講到啦。咁譬如你如果你屋企裏邊係有小朋友啦，咁其實即係對於父母嚟講，其實朝頭早都好多時候打仗咁樣噶嘛。咁佢都講翻，其實個習慣都有助於孩子嘅成長，而其實孩子呢個需要好多時候都係暫時性，即係0到3歲可能係一個需要，3歲到6歲可能係另外一啲需要，7歲打後可能又有其他需要。咁所以其實你嗰啲嘅習慣可能都會係暫時性受到干擾咯。咁另外即係頭先都講到啦，朝頭早起身嘅時候都要照顧好自己啦，寵愛自己啦。咁就通過嗰個完成嗰個習慣咧，去建立嗰個踏實感同埋成就感，great success，OK？但係同時間亦都要觀察下自己嘅習慣會唔會因為唔同嘅時段啦、唔同嘅需要啦，可能會有啲需要去到改變或者改善嘅。咁至於環境嗰度，咁就係其實佢想講到，即係旅行嘅時候，你容許多唔同嘅差異性啦。因為旅行嘅時候，可能你想休息，即係 take away from your habits。咁我覺得其實作者都覺得係合理嘅。咁另外其實佢都講到有啲適應同埋調整，例如伴侶之間需要妥協啦。另外即係當你冇辦法去到保持一個習慣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其實正正係代表緊你需要改變個習慣咯？咁但係最緊要都係堅持啦，因為其實明天又係新嘅一日，你可以再嚟過嘅。咁我睇完晒成本書啦，我覺得都值得一讀嘅。5分係滿分，我會俾2分啦。咁點解呢？咁第一，再次説明翻中文翻譯嘅時候有啲 lost in translation 啦，因為英文嘅標題係傳神好多嘅，因為佢唔係講緊1個鐘頭啊，佢講緊個習慣其實係可能長過1個鐘頭好多。咁啊，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個作者嘅時候咧，寫作嘅手法有啲滑頭啦，即係有啲長頭草喎。咁佢就總共訪問咗64個成功人士嘅。咁但係其實所謂嘅成功人士點為之成功人士咧？咁當然一定係啲生意好好啊，即係建立到大型咩連鎖帝國啊、作者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其實嗰啲嘅成功係咪亦都真係成功咧？咁另外所謂嘅成功人士嘅習慣係咪代指到佢呢個係一個成功嘅習慣咧？其實即係好似呢個男人咁，What does this word ever means？即係好多時候我都會問，咁其實即係佢究竟想講緊啲乜嘢啊？咁佢貫穿晒成本書嘅時候，都係一個訪問嘅格式嘅。例如佢會問你有咩神經習慣啦，即係你瞓覺之前要做乜嘢啊？啊，如果你冇完成嘅習慣嘅時候，你感覺會點啊？咁方便我去理解晒成篇嘢嘅。咁但係其實就會好似一個我叫做一個 shopping list 咁樣啦，即係你見得到晒好多人唔同嘅習慣。咁對我嚟講有啲咩用咧？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個作者輸入嗰個部分咧，就正正係最好噶啦。咁但係嗰個部分相對嚟講，每個章節都會好短啦。就係佢會講到換你試試看啦，就係作者會綜合晒啲唔同意見，在個情景去到説明，其實我哋作為讀者其實可以點做啦。咁另外其實我都好喜歡佢嗰反向操作嘅，即係譬如佢話啊，其實朝頭早唔好 check email 啦，咁但係其實有啲人又真係要 check email 喎，咁佢都話其實都有呢個咁嘅可能性嘅。咁亦都想我通過後邊呢張 slide 去講下，即係科學科上面啦，咩叫做關聯性同埋因果關係。例如啦，一般性嚟講咧，我哋都會覺得即係唔好睇電郵係好啲嘅。點解啊？因為我哋覺得唔睇電郵就會令到你容易有感恩嘅心啦。咁於是乎我哋就定義呢個叫良好習慣啦。咁但係其實有感恩嘅心係唔一定係一個良好習慣，唔一定啦。唔睇電郵係咪一定有感恩嘅心都唔一定嘅喎。咁其實
即係呢啲其實我哋叫做好大關聯性，但係冇一個因果關係，而且呢啲係一啲一般性嘅事情嚟嘅。因為點解？譬如可能你嘅職業係好特定嘅，例如你係記者或者金融財經，你朝頭早要睇咗電郵先，因為你嘅工作係需要嘅。唯有你滿足到你工作需要，你先可以有感恩嘅心。而我哋咁樣定義佢係良好習慣嘅話咧，咁其實成件事亦都係好合理嘅喎。咁所以我哋就會發現得到，其實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啦，同埋科學上面咧，好多時候同學或者人啦，就係搞亂咗，或者故意搞亂啦，關聯性同埋因果關係，令到成件事本身係可以好清晰嘅，但係就會令到所有人會變得好混亂同埋混淆咯。咁希望可以即係俾你了解得到啦，即係無論其實你睇定唔睇電郵都唔係重要嘅重點，佢重要重點係對你嚟講咩係良好習慣，同埋如何可以有感恩的心，嗰個先係個重點啊嘛。睇唔睇電郵其實係個過程嚟嘅啫。咁另外我自己都好相信嘅，即係個習慣係一個強大嚟嘅，因為其實我嚟緊都會睇一本書叫做《原子習慣》啦。之前我都有學生喺度睇咗呢本書，做咗閱讀報告啦。咁因為其實大腦係一個好非常習慣於省力嘅器官，因為我自己本身讀生物科，我好明白嘅。而人亦都因為大腦係一個好重要嘅器官啦，所以人亦都係一個好省力嘅一個嘅生物嚟嘅。咁所以最緊要你要揀啱並且建立一個正確嘅習慣咧，其實你就會成功噶啦。即係所謂嘅成功按你心意啦，冇所謂嘅。咁但係我哋都要了解翻習慣呢個慣性，就係學識要適時嘅反省。曾經重要嘅可以唔再重要嘅，即係譬如可能你曾經覺得朝頭早一定要睇電郵係重要嘅，但係你離開咗嗰個崗位啦嘛，你覺得唔需要再重要啦嘛，咁你可以去反省翻嗰件事係咪要咁做嘅。咁我自己即係反映下我自己個習慣啦。咁我每朝早都會步行30分鐘嘅。咁喺嗰個過程裏邊，我會整理我思緒。咁頭先我哋都講咗，即係唔同嘅章節嘅時候，例如佢提到有個晨間運動啦，同埋晨間冥想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已經一直回應緊呢一方面。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本書帶得到俾我嘅成長同幫助係有限啲咯。咁啊，去到呢度差唔多噶啦。咁啊，希望即係同學們或者讀者們聽完呢一個嘅簡單嘅分享嘅時候，可以了解得到本書更加多啦，並且去決定得到其實值唔值得去花一啲時間咧，去到了解更多唔同嘅晨間習慣。咁下次有機會再見啦，拜拜。